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2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5篇，士师记20章第1节到11节，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到4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规矩。上帝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，拯救他们出埃及，解救他们，使他们得到自由。但是当他们得到解放以后，上帝又赐给他们律法，要让他们遵守这个规矩，因为他们原是已经埃及化的一群人，透过规矩规范，上帝要让以色列人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。在士师记的记载陈述当中是非常奇特的，也甚至有点奇怪。其实内容的意思是说，基比亚人的生活是没有规矩的，他们生活是凶淫残丑陋。受害者的先生呢，将这消息分开传遍到全以色列，从北到南，因而促成了以色列人的团结。士师记20章第1节到11节这样说道：全体以色列人民从北部的但到南部的别是巴，东到基列地都应召而来，大家一条心，聚集在米斯巴。在上主的面前，以色列各支族的首领都出席了这一次上帝子民的聚会。步兵有40万人，同时便雅悯人也听说所有其他的以色列人都聚集在米斯巴。以色列告诉我们，这种可恶的事怎么会发生的？那利未人是被害女人的丈夫，回答说：我和我的妾到便雅悯境内的基比亚过夜。那晚基比亚人来包围房子，要捉我杀我，后来却把我的妾强奸致死。我把他的尸体切成一块一块，分别送到以色列12支族，一支族一块。这些人在我们当中做了这么邪恶缺德的事，你们全都是以色列人，你们说我们该怎么样处理这件事？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一致说，我们不管是住帐篷还是住在房子里的，都不回家。现在我们要这样做，我们抽签挑选一些人去攻打基比亚。以色列各支族中的1/10的人要攻击军粮，其余的要去讨伐基比亚，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犯了这缺德的罪。于是所有以色列人团结一心，聚集攻击那城。社会需要规矩，特别是在我们教会里面，人们更需要遵守规矩。在不一样的服事有不同的规范。保罗他是一位教会制度建立者，在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到40节这样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说道：弟兄姐妹们，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们聚会敬拜的时候，有人献诗歌，有人教导，有人得到从上帝来的启示，有人讲灵语，又有人翻译灵语，最多让2、3人轮流着讲，而且需要别人把所讲的翻译出来。
要是没有翻译的人，那讲灵语的就应当缄默，只对自己和上帝讲就好。至于宣讲上帝信息，可以由2-3个人发言，其余的人小心辨察他们所说的。在座的是要另外有人从上帝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人就应当停止。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轮流宣讲上帝的信息，让大家学习得到鼓励。宣讲上帝信息的人应该约束自己的恩赐，因为上帝不要纷乱，而是要我们和谐，就跟上帝子民的各教会一样。妇女在聚会中要安静，她们不可以发言，就像犹太人的法律所规定的，她们要安于本分。如果她们想知道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丈夫。妇女在聚会当中说话是不体面的事。这是什么话？上帝的道岂是从你们来的？岂是单单传授给你们的？如果有人自以为是的传讲上帝的信息，或以为他有属灵的恩赐，他应该知道我写给你们的是出于主的命令。要是他忽视这个，你们可以不理他。所以我的兄弟姐妹们，你们应该追求宣讲上帝信息的恩赐，但也不要禁止讲灵语。凡事要做的恰当而有次序，因为在教会里不是要彰显自己的恩赐与能力，在不应该表现的地方就应该要安静。虽然这里谈到了妇女不应该在公开场合说话的教导，容易引起很多的误解，但是其实保罗所强调的是不可自以为是的传讲上帝的信息，或者是自以为有圣灵的恩赐而为所欲为。应当要遵守教会的规矩，要循规蹈矩，才能荣耀上帝。特别我们现在是在民主自由的社会氛围当中，基督徒更是要彰显那种愿意遵守规矩来亲近上帝，才能荣神益人。诗篇115篇，上主啊，荣耀只归于你，不归于我们，只归于你，因为你有信实和不变的爱。为什么列国要问我们，你们的上帝在哪里？我们的上帝在天上，他照着自己的旨意行事。他们的偶像用金银铸造，是人手的雕刻品。他们有嘴巴却不能讲话，有眼睛却不能观看，有耳朵却不能听，有鼻子却不能闻。他们有手却不能触摸，有脚却不能行走。他们不能发出声音，愿所有制造和相信偶像的人都跟他们所造的偶像一样。以色列人要信靠上主，他帮助你们，保护你们。亚伦家的祭司要信靠上主，他帮助你们，保守你们。所有敬畏他的人要信靠上主，他帮助你们，保护你们。上帝顾念我们，要赐福给我们。他赐福给以色列的家的人，他要赐福给亚伦家的祭司。上主要赐福给敬畏他的人，不分高低贵贱，同蒙福泽。愿上主增加儿女给你们，也使你们的儿女子孙众多。愿上主赐福给你们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天只归属上主，但他要把地赐给人类。死人不能颂赞上主，下冥府的人也不能赞美他，但我们活着的人要感谢他，从现在直到永远要赞美上主。
感谢上帝让我们愿意遵守教会规矩，不骄傲自夸地表现自我，让我们学习谦卑服侍的态度，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